臨摹係畫畫學習過程中必不可少嘅一環，但當你畫完一張臨摹喺冇人幫你、冇人指導你嘅情況下，你點知自己畫得準唔準呢？你係咪真係學到啲嘢，定只係白練？唔使擔心，今日我會分享3個簡單但係非常有效嘅自我檢查方法，幫你揾出問題，即時修正，等你每一次畫畫都有進步。如果要講一個最快捷、最直接嘅方法，咁就梗係對比原圖啦。呢個方法可以同時檢查你捕捉嘅輪廓同埋細節嘅準確度，最適合初學者快速發現誤差啦。第一步，喺任何一個畫畫 App 上面打開你自己嘅臨摹圖同埋參考圖，並且降低你自己畫作嘅透明度。第二步，將自己嘅畫作嘅 layer 搭喺你臨摹緊嗰張圖上面。透過呢個方法，你自己嘅作品同埋原圖嘅誤差咧，可以話係一目了然噶啦。如果你想有更加深刻嘅印象，我鼓勵你可以喺你嘅圖層上面去做一啲標記，譬如去 mark 低一啲自己成日犯嘅錯誤。會唔會你喺捕捉物品嘅輪廓或者比例上面，成日都會偏大，或者個位置偏窄？你可以留意下，你有冇用多啲附近嘅物品嚟做坐標參考，定係只係憑空估佢嘅位置？但係如果你臨摹咗好多次，都發現個偏差仲係好大嘅話，我會建議你學翻一啲輔助觀察嘅工具，譬如係網格法、幾何概括法等等。對比法可以快速幫你發現問題，但係如果你想進一步你對形狀嘅敏感度同埋準確度，就可以試下呢個正負空間檢查法啦。呢個方法唔係直接去對比輪廓，而係揀一啲局部嘅位置同埋形狀出嚟去分析。第一步，揾到你嘅軟件入邊嘅選取工具或者 lasso。第二步，揀一啲局部嘅形狀去檢查，可以係人物嘅某部分，譬如眼睛啊、手部，甚至係光影嘅交界都可以嘅。你亦都可以刻意去揀一啲負空間，即係我哋話呢啲空白嘅位置啦，去進行檢查嘅。第三步，開一個新 layer， 將你揀咗嘅形狀填色。第四步，你就可以試下檢查你畫嘅圖同埋原圖佢哋嘅形狀同埋比例有乜分別呢？比起啱啱嘅對比法，呢個方法可以更加幫你仔細咁樣去檢查臨摹嘅準確度。因為我發覺我哋好多時覺得張畫好靚，唔一定係佢用咗啲咩華麗嘅技巧，而係繪師對佢哋描繪嘅形狀比例非常之敏感。如果你想學高手嘅繪師點樣安排形狀、組織畫面、提升畫面嘅設計感，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好適合嘅。但係好多人臨摹嘅時候，最難掌握嘅唔係輪廓，而係顏色啊！畫完之後，總係覺得某啲位置怪怪地，但係又唔知點改。其實我哋可以善用電繪軟件入邊嘅工具，用嚟幫我哋檢查顏色嘅準確度，幫我哋更快發現問題。呢個方法嘅第一步同啱啱一樣啦，都係準備翻你畫嘅圖同埋原本嘅參考圖。第二步，用吸管工具喺你想檢查嘅部分分別吸取2張圖嘅顏色。如果你嘅作品係有好明顯嘅光暗變化，我亦都鼓勵你可以分別將受光面、中間色同埋陰影色3個部分都吸出嚟睇下嘅。咁樣比較下，應該已經好明顯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噶啦。除咗自學畫畫之外，你有冇諗過可以喺香港揾專業畫師教你畫畫呢？喺我哋介紹最後一個檢查方法之前，等我介紹一下 StarArt 啟藝電子繪畫學院嘅恆常興趣班啦。StarArt 係一間主打電腦繪圖嘅動漫學堂，佢哋嘅專業導師團隊會深入淺出咁樣引導學生畫出心中所想。4間分校遍佈港九新界，而依家我哋拍攝嘅場地就係佢哋嘅觀塘總校啦。現場嘅設備完善，無需學生自備電腦，等你哋可以喺最舒服嘅環境下學定繪。即刻喺呢條片下面了解下啦。多謝 StarArt 借出今次嘅拍攝場地。但係如果你都唔係好知個問題喺邊，想更加準確咁分析呢，我就鼓勵你可以用一個 HSB 嘅檢查方法。簡單嚟講 ，HSB 就係代表顏色嘅3個維度。H 即係 hue 啦，就係代表顏色嘅色相。S saturation 即係代表緊個顏色嘅飽和度，佢係濃啲定係淡啲呢？ B brightness 即係講緊顏色嘅光暗度。舉個例，你可以先吸取你本身畫嗰個顏色啦，再去吸取原圖嘅顏色，然後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嗰個 HSB 嘅坐標有冇改變。呢個時候可能你會發現一啲好有趣嘅情況，譬如嗰個色相嘅部分可能係冇乜偏差，但係 saturation 咧就可能過濃或者過淡，或者一個 brightness 太暗。透過呢個方法，即使身邊冇老師幫你，你都可以好準確咁知道個問題喺邊，並且作出修正嘅。亦都可以更加提升你下一次臨摹嘅時候對於色彩嘅敏感度。所以如果你想確保你嘅臨摹唔係白練，就要記住以下呢3點： 1. 對比法，快速對比原圖發現輪廓嘅誤差； 2. 正負空間檢查法，聚焦形狀比例，學習高手嘅設計感；
3顏色對比法，確保你嘅顏色準確。下次畫完之後，試下用呢3招檢查，問題會清晰好多㗎。咁你覺得呢3個方法邊個最實用？留言話俾我知啦。我亦都有提供改畫、畫畫嘅諮詢服務，幫你針對性咁提升技巧。如果你係學校或者教育機構，我亦都有定期舉辦一啲講座、工作坊或者係導師培訓。如果你有興趣合作，歡迎你隨時聯絡我。我係 Minni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